放暑假路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，台南市府为7月开始，公立幼儿园延长照顾服务各升级，只要家长有需求，一个人就会当开班，而且收费每点钟无超过50块，导航时间也延长到下晡6点。课程方面，我们也采取多元的主题方式来规划，甚至我们有一些律动，希望透过比较精美设计的一个课程，能够来让孩子们接受到更好的照顾跟教育。课程内容丰富多元，让囡仔暑假学习唔中断。教育局表示，今年度的暑假延长照顾服务有212间幼儿园开班，开办率高达94%。若是讲符合经济弱势家庭条件，暑假期间每个月上悬有3500块的补助，大大减轻家长的负担。因为幼儿园通常寒暑假是比较短，甚至有些幼儿园是没有寒暑假的。但是我们特别来延长这个上课时间到6点，家长只要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，就可以安心的在下班之后来接送自己的孩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对家长上下班更便利，对孩子也更有方便。另外，教育局也针对所有提供服务的教保人员，设定每点钟费用至少有300块的保障，也会有奖励机制，让公立幼儿园的教学甲服务品质佮提升。寒暑假期间持续服务，让家长会当安心上班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